由市府农业局主办，为推广台南在地农产，2月3号上午结合三上区农会，来到永康区的东桥里活动中心，举办放送孝礼、食农的活动，包括议员杨忠成、当地里长王宜顺，甲着东桥里乐龄协会的成员，以及座位的婆婆妈妈，拢到场来参与。农产品的推广哦，咱有分生产地甲迄个消费地啦。咱永康遮吼是咱台南市上重要的消费地，所以阮吼来就这消费地吼来推广咱在地即马往来上新鲜的农产品吼，甲咱遮的迄个永康遮的迄个在地的民众吼来互动，互因了解咱往来会当做啥物使用，除了会当新鲜来食了，嘛会当入菜。来互因会当互因来甲咱采购，增加咱农产品的销售。咱这道欢迎着咱三乡区农会来举办这道的往来的试吃跟手作活动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东桥里民可以知道我们在地的食材、新鲜的食材，能够直送到我们东桥里来举办这些非常好的活动那里面。或者咱台南会出产的好物件，透过手作更了解咱的农会这个代志，咱的农民尽责是啥物好呢？这个好处是对咱多多使用我们台南在地食材往来就是咱上好的选择。会中三上区农会嘛特别准备了2人的往来，由着田妈妈志工，先针对新鲜的往来切片，提供免费的品尝以外，农会推广股也佮教导民众。如何来制作爱蜂酱的手作 DIY？ 对往来的下皮、切片、搞装填、封管顶，希望借由推广食当季、食在地的理念，让更多人认识并且支持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